2020年，中英大学一个马来西亚女学生，和姓杨的查甫人性侵猝死，死者的家属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，讨赔2000万。地方法院昨判决，这个姓杨的查甫人要赔予家属593万，专案还可以当上诉。桥头地方法院民事庭审理后，第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侵权事证明确，扣除2位原告前所已经领取之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后，其中原告及被害人之父得请求被告赔偿之金额为新台币333万4516元，另原告及被害人 A 女之母得请求被告赔偿之金额为新台币260万元。2020年，一个为马来西亚来台湾的查某大学生，为学校要行回去宿舍，路里煞予一个姓杨的查甫人救上车，予人操打猝死，尸体是劈伫山坎。地方法院宣判，这个凶手要赔予死者的父母593万。若刑事的部分，凶手伫1、2审拢互判死刑。